再上個禮拜日，大約下午5時左右，超過30個巴士迷衝出馬路拍攝，更加有市民將此事報上東張西望。但係件事情又真係咁咩？報料上東張西望嘅黃先生，聲稱如果俾佢選擇，佢會企喺行人路上面影。但我們從他的 YouTube 網頁上，近乎所有行車片段的封面，都係企喺馬路影嘅，因此本台致以強烈譴責。呢一件事喺網上面鬧得好大鑊，而嗰位報東張嘅人亦都冇考慮過出嚟道歉。希望大家能夠學習咩叫做誠實、認真。今次新聞報道完畢。